好在中原普渡呢，除了拜好兄弟、甲拜神靈以外，即馬嘛有人咧拜動物啦。嘉義市城隍廟是甲一寡無人領養的流浪動物的亡靈，甲接轉去城隍廟來普渡，希望替這些動物祈福，嘛提醒社會都愛重視生命。民眾點香虔誠來祭拜，桌仔頂的蓮座寫着普渡的對象。舊日7月中原普渡，嘉義市城隍廟按傳統科儀舉辦普渡法會，除了無形的眾生，閣有真儕民眾摕家己較早市的寵物來做普渡。像今年比較特殊的還有比啦狐狸、豬、兔子多也來參加這個寵物靈的一些超度那我也是希望說，就是如果說有這個機會的話，也可以幫寵物就是來做這個事情。法師按照儀式來上頂祭拜，城隍廟嘛專工去到嘉義市動物保護教育分區，替無人領養已經死去的浪動狗甲貓，將因的靈接引轉去城隍廟來做超度，或者無主人無認的假的動物，透過傳統的宗教儀式，會當好好送因離開。浪原本就沒有一個家，然後也非常的可憐，然後經由這個善舉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過世之後還要繼續流浪，就太可憐了。所以如果還有這種服務或活動的話，會覺得很貼心，真太棒了。為祭拜祖先到關懷動物生命，中原普渡的傳統信仰嘛，豆豆增加社會人道的關懷。城隍廟表示，希望透過法會舉辦，唔但替流浪的動物來祈福，嘛希望提醒民眾尊重生命，和普渡文化在傳承當中，嘛會當延伸對生命的關懷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